后来继续来看咱台湾，为今年开始开放着含3肉精的美国猪来进口。中国国台办讲，台湾生产的，也就是经由台湾转运的肉类产品，禁止来进口中国。为了防止有关肉类产品从台湾流入大陆市场呢，近期呢，大陆有关部门已经加大了查验力度。已有海关呢从台湾寄往大陆的邮包，或者呢从台湾入境大陆的旅客行李当中，发现了一些肉及其制品、含肉食品、含肉调味品等等，比如说肉松、猪肉脯等。这些呢都已经按照相关的规定处理了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讲，台湾猪超过9成拢是供应到国内的市场，所以中国来禁台湾猪对台湾现部的状况无啥影响。农委会幕僚嘛来补充讲，台湾生产的肉品将来都唔捌进到中国。讲这个中国、香港、澳门甲台湾，伫世界卫生组织是分属4个会籍，除非香港甲澳门的官方嘛正式通知台湾，不爱予台湾猪肉来进口，安尼对台湾才有影响。